阿拉嘛又来了，劳民伤财的补选，3月2号，思茅月又再次投票。哎，话又说回来，思茅月这个地方名字是怎么来的呢？听说几百年前有个王族带着这个随从来到这个无名的地方，正当想要取个名字，哎，这个时候突然有个猴子出现跑过，王族就说啊。什么月？后来这个地方就叫做什么月。什么月这次补选呢，4角战，国政恰卡利、西蒙穆罕默，独立人士关志廷，社会主义党阿基斯。大家都认为这是一场激烈的补选。西蒙自从输了金马伦之后，如果再输掉什么月，证明人民对西蒙不满，那选民要的是一位可以服务的议员，可以帮助人民解决地方民生问题，改善环境卫生，还有解决交通阻塞等等贴身问题。但是遗憾的是，每个候选人都信誓旦旦，有乜人都得，中選好乜人都唔得。嗱，今次邊個會贏呢？睇候選人嘅職業就知道啦。第一個社會主義黨嘅係按摩師，第二個土團黨嘅係工程師，又係輸。第三個國陣嘅呢，佢係基金會秘書同埋祈禱室秘書，又係輸。第四個獨立人士係商人生人啊，即係打傷過3個人啦。而且佢目前嘅身份咧係人民社警嘅總會長喎，遙遙領先啊！暫時排名咧就係關志廷，第二個咧就係恰卡利，第3個咧就係穆罕默，第4個咧就阿基斯。縮短嚟講咧就係關你乜事？如果張少林叉隻腳落去做候選人咧，就係諗啦，就會變成。關你乜諗事？關你乜諗事啊！